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件，这是台北市的前市长郭文铁透过网络节目，针对金华城这个案来做说明。其中有关增加用职奖励这个部分，郭文铁来澄清讲，唔是交办是转送。郭文铁讲，用职奖励拢是都委会合议制共识决定的，市长并无任何的权限。不过，民进党的议员提出着第一的公文来痛骂讲，根本就是要把责任送给公务人员。啊，民众党的议员过来回击，讲所有这个流程拢是合法合规定。昨暝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开直播，讲起了当年金华城案件。厂商来申请，我们就转给都华局。对，这个叫转送。对，转送。这个叫交办，不要说交办，这叫转送。讲是转送，毋是交办。因过过一暝尔，民进党议员伫面册佫抛出郭文铁亲笔签名的金华城用职变更案的公文。头一份公文证明都发局请示核实是毋是要送都委会演议，就是由郭文铁伫4月15当日通过。另外一份都委会演议结果公文中详细看冇郭文铁的签名，认为讲这拢是为本来560%的用职奖励增加到840%，这等是送400亿大礼直接证金。如果不是柯文哲的执章，不是柯文哲盖章亲签的话，金华城根本没有这个机会送到都委会去办理。他要转送要送去哪里？送去给蔡英文吗？送去给总统府吗？完全就是他可以去处理的事情，他却用转送这2个字，是极其卸责的一件事情。那咧批评郭文铁转送的讲法，也不白赢，冇强硬回应。讲是，难道都没有转送任何的公文，请公务员来验办吗？所有的程序都经得起检验。金华城争议变成台北市议员对这的焦点，也毋过也用职增加遮济郭文铁贸易广泛。市长不会对单一个案去下指导棋嘛？真的，我们怎么会去管这单一事？都委会是合议，都委会是合议制嘛？都委会用共识决，但是如果市长有指示，那又是不一样哦。另外，我们要讲市长能不能在这个里面扮演角色，我告诉你可以。金华城案件争议也未煞，郭文铁想要拍火，也毋过哪力无拍算要放伊算。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